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从去年12月读完罗马书之后，我们今天又继续来共读使徒行传。那在今天要开始的时候，要请静怡师母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牧师所带领的圣经共读，再次来对我们说话。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后与门徒同在的日子，以及耶稣他升天前所托付的使命。你吩咐门徒等候圣灵的降临，我们也要祈求你赐给我们耐心和信心，愿意安静等候你的时间，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也求你用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你真实的见证人，不论我们身处何处，都能够活出你的爱与真理。也求你将你再来的盼望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不单只有等候，更要积极地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那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1章，从第1节到第11节。好，接着请静怡师母带领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1章第1节。提阿非罗阁下，在我所写的第一部书里，我已经把耶稣的一切事迹和教导，从他开始工作到他被接升天那日，都叙述过了。在升天以前，他借着圣灵的力量，给自己所选召的使徒许多指示。等一下我换一下切。第3节，受害后40天当中，他曾经向他们显现许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的，又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约翰用水施洗，你们却要在几天后受圣灵的洗礼。第6节，使徒们跟耶稣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是不是要在这时候恢复以色列国的主权？耶稣对他们说：那时间和日期是我父亲凭着自己的权柄定下的，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说完了这话，耶稣在他们的注视中被接升天，有一朵云彩把他们的视线遮住了。他离去的时候，他们正定睛望着天空，忽然有2个穿着白衣服的人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哪，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他也要怎样回来。好，抱歉，刚才好像经文的画面没有出来。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开始读《使徒行传》的第1章哦。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有30几天的时间啊，那一起要来共读《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是路加在圣灵引导下所写的第2卷书。那在书中有提到圣灵多达50次哦，但是最多的还是提到上帝，所以这本书虽然称为圣灵行传，但是它都在讲上帝的作为，提到神有100多次。4福音书是见证耶稣他透过道成肉身的言行记录，使徒行传是借着圣灵来透过人而做成的工作，那和4福音书是相辅相成。那使徒行传也记载着教会它的建立如何开始，跟教会如何扩展，一直能够到今天，让我们能够追本溯源。教会先在耶路撒冷，后来扩张到犹太全地，那再到撒玛利亚，那再借着使徒人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目标是要建立教会，并且等候主再来，直到地极。那直到今天，所以说教会有2000年的历史。那如果按照这个比较近代的这个年代调查，好，那耶稣复活升天是在主后30年了。
所以我们大概现在是2025年，那在5年的后的五旬节，好，那就会非常接近2000年。那凡对主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有负担的信徒，那这些的工作都被记载在圣灵使徒行传当中。那使徒行传的2大焦点人物，前面12章是彼得，后面16章，从第13章开始到28章是保罗。那彼得是主耶稣在世亲自呼召教导并训练委以重任的使徒，特别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4卷福音书，那耶稣跟彼得之间的关系还有托付。那但是从使徒行传开始呢，那耶稣在交代我们今天读的第1章，那耶稣跟彼得之间的对话就比较没有那么特定和直接，反倒是在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升天后，那特别是13章安提阿教会开始以及向外布道时候呢，圣灵就借着保罗外邦人的使徒来教导来训练门徒。好，那甚至从使徒行传后面接下来的书信，那这些书信当中又以保罗书信为主。好，那13封的保罗书信更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他具有这样子的上帝委托他这样的重责大任。使徒行传这卷书的书名英文是 Acts， 那就是指各样的行动。那使徒呢这个它的定义呢，好，那有分为狭义和广义。好，那广义来看呢，就是富有使命的圣徒。那这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在旧约当中也有出现过，它意思就是受差遣的人，受差遣的人。那这个使徒呢，包含了广义的话，包含了信徒，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成为信徒使徒的一种。那或是呢，门徒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那这也是使徒的一种。那最狭义的使徒就是指再狭义一点的就是指奉命差遣做主见证，所以跟差遣这个字有关系。好，那就是使徒的定义。那最狭义的使徒就是指这12使徒，所以但是这12使徒呢，就会特别提到这12位。那使徒行传当中的主角刚才提到是前面彼得后面保罗，那前面可以说彼得行传，后面是保罗行传。好，那这卷书大部分人都称为圣灵行传。好，那都在讲上帝他借着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的作为。那这卷书的主题呢，有几个强调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哦。好，1章8节，好，今天我们会读到的，我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好，那这我的是指主耶稣的见证。那见证人呢，在希腊文跟殉道者呢，好的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见证人呢也要有心理准备来做殉道。所以见证人不仅是说出所发生的事情，也要说出这事的意义。那见证人也算是先知的一种。那不是显现给众人看，是显现耶稣复活，不是显现只有给众人，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所以透过这些人呢，好，这是在第10章的时候这个彼得向哥林流全家的见证，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那众先知就是上帝的话，仆人也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见证人呢，是一个也是殉道者，也是先知，也是传扬上帝的话。那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呢是路加。那路加是谁呢？路加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知道作者是路加，因为他跟保罗一起到海外布道。从16章开始当保罗开始到腓立比的时候呢，16章会发现这个字我们。那所以所以路加也有参与在这个当中。而且我们呢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一直到20章、28章，好，那都会看到这个路加的参与。所以从这个写作当中可以看见路加参与，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路加他并没有刻意的要凸显自己，甚至连整卷书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好，那只有开头的书信讲到写这封信的动机，然后从16章之后才把它用我们这个字加进去。那还有呢，这个作者呢，保罗在第2次入狱的时候，
路加也在罗马的牢中陪伴保罗。好，所以提摩太后书第4章，保罗自己说，好，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格勒士往加拉太，提多往达马太，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好，所以有从这个使徒行传，还有保罗的提摩太后书，好，可以来证明，这个路加和保罗之间的关系啊。但是这个在圣经当中，好，没有被刻意的放大，好，反倒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不太容易读出来。那写使徒行传的地点呢，好，很有可能是在罗马。好，在罗马的时候，因为路加要为保罗来上诉。那这一卷使徒行传28章呢，好，可以看到分为几个段落。好，那前面呢1到7章呢讲到圣灵，好，那8到12章讲到使徒的教会的受逼迫，13章到20章讲到福音的广传。那21章到后面28章讲到关于保罗的受审啊。好，那圣灵的部分呢，好，可以看到1到4章是被浇灌的教会和扩展中的教会，主题就是建立，对象是犹太人，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好，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30到35。好，那现在学者认为是从主后30，好，甚至更早，主后30年到32年左右。那受逼迫是从8到12章，好，讲到被逼迫的教会和因为受逼迫而被迫转型的教会。好，那主题是延伸，地点是撒玛利亚。好，所以从耶路撒冷变犹太撒玛利亚。好，所以在8到12章可以看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好地区的福音事工。好，这段时间大概有13年。好，前面1到7章大概是耶稣复活的升天的前2年，后面是接下来的13年，这样就15年。那再从13章呢到20章讲到了教会的扩展，包括保罗怎么样第1次、第2次、第3次的布道旅行。那21到28章讲到这个保罗如何为他的信仰来辩明，那这整个对象都是外邦人，那就是1章8节所说的，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从13章到28章，这段的时间记载大约有14年左右。所以整卷使徒行传大概涵盖的就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大约30年，30年左右的时间。好，那大概前后一半的话呢，前面一半是彼得，后面一半呢是保罗。那但是后面的影响力更长更大的，可以看得出来是保罗这个把福音带到外邦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爆炸性的影响。好，那换成时间表，好，那这也是比较近代圣经学者用的年代，是五旬节是在主后30年，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那就是耶稣复活升天的那一年。好，那主后40年是第10章，就是彼得到哥尼流。那主后50年是在第15章耶路撒冷的会议。主后60年是在保罗到罗马。那主后70年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好，那30年到40年之间呢，就是有第7章的司提反殉道，第9章的保罗信主。好，那这在主后34到主后35年左右。好，那40年到50年当中，就是讲到12章13章的雅各殉道，接下来是主后47年开始的第1次宣道旅行。那50年是第2次宣道旅行，就是耶路撒冷会议结束之后，那就开始的第2次的宣道旅行。那第3次是在18章53年。那保罗被捕是在57年了，那因为他到了这个该撒利亚，在那边被关了2年，好，所以他开始去到罗马，大概在主后60年。那可以对照保罗书信，从前面的这个教会书信加拉太、帖撒罗尼迦前后、哥林多前后，跟罗马书，那到后来到了罗马之后的4封的监狱书信，以及罗马监狱出来之后又有第5次的布道旅行，那最后又被抓到罗马监狱写的最后的教牧书信，那提摩太、提多、提摩太后书好，前后书。好，那这个是对照使徒行传的时间表。好，那这个蛮重要的，也帮助我们可以消化吸收理解使徒行传。好，那今天这段经文只有短短的11节，好，那大概分为2段来看。好，从主后30年，好，那这个耶稣复活，那升天，那那时候路加好，他要把这个事情还原。好，那他还原呢，我们可以大概看出，好，他在写最后这个
到保罗到监狱的时候呢，好，主后60年，所以他要大概还原的是在3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好，那其实不止30年，那他要再更还原到前面第一卷书路加福音，就是耶稣降生以前，好，那就是60年前，66年前。64年前，好，所以路加花了很大的力气啊，好，那他去做一个回顾，大概要追溯到从主后60到主前5年左右。那一开始呢，他提到一个人，好，叫提阿非罗阁下，好，那他说，在我所写的第一部书里，我已经把耶稣的一切事迹和教导，和从他开始工作到他被接升天那日，都叙述过了。那提阿非罗是谁呢？刚才我们讲到作者路加，那他的工作呢是医师，好，那擅长分析，那做事也很谨慎小心。那他是个安提阿人，好，那他是圣经所有的作者当中唯一的外邦人的作者。那他喜爱旅行，所以他能够陪伴保罗，好，而且呢借由这个能够多广见闻。第四，他也擅长写作，好，我们可以看到读路加福音或是读使徒行传，都是非常的顺，好，这个文笔也非常的洗练，好，可见呢路加好他才华洋溢。那第五呢，他也热心传道，好，那他在使徒行传当中，好，也常常用了救赎这一词啊，好，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好，那他也让我们圣灵也借着路加，好，让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能够把焦点，好，把圣灵的工作，好，放在如何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第六呢，他写作的地点呢，好，从耶路撒冷一直到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好，因为他也去到了罗马，好，所以这一卷书呢，好，他怎么样写，怎么样完成，好，然后怎么样跟着保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收信人提阿非罗，好，提阿非罗这一句的意思呢，好，是慕道友，就是上帝喜爱的人。那路加呢，好，至少花了4年的时间，好，来查证，好，那才写了路加福音呢，好，那这个成书的时间呢，好，至少要在主后62年，好，才完成了，主后62年完成，好，那他写给这个提阿非罗，好，那不可能说写一章写一章，然后记一章，好，那他是整卷书完成之后，好，才在书的开头写提阿非罗，好，所以在到主后57年，好，这个保罗第二次罗马入监的时候呢，好，他大概还要花一段时间，好，那这可能是保罗被关，好，或是说在罗马要出庭的时候，好，所写的几个这个重要的文件啊。那有人认为提阿非罗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好，所以指所有爱神的人。那也有人认为是真有其人，而且这个人呢身居重要官职啊，因为他用提阿非罗大人，那在这个表示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所以几种看法，如果真的有提阿非罗这个人呢，那他可能就是来出资赞助路加来写使徒行传甚至路加福音的人，那就是他要向他来报告整个这个路加福音的内容，还有使徒行传的内容，就是他是出钱的老板。那第二个呢，他可能就是辩护的律师，那可能是教会出资，然后路加呢，他来替这个律师呢准备所有要为保罗来辩护的内容和材料。好，那但是这个呢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和我们今天请的律师来帮我们写的这个辩护文也不太一样。好，那但是呢这个是非常的详细和完整，让所有看的人呢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保罗会做这些事情，那是非常的仔细。那第三个呢，可能呢，他就是一个长官，直接是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呢，就是一个辩论的辩护的书信，那直接要交给这个长官，让这个长官呢，他或是法官，他在判断的时候呢，就能够清楚和明白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这个是提阿非罗。提阿非罗呢，好，那路加呢，为了这个可能是辩护律师呢，好，收集了很多资料。
那在路加福音他来介绍耶稣，好，那是在耶路撒冷收集的资料，好，那可能是从玛利亚还有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彼得，好，那这些门徒当中，好，去收集，好，所得到的资料。那路加呢，好，除了有人认为他是医师，也有人认为他就是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差遣70个门徒当中的其中一位。好，路加，或是有人认为呢，在路加福音当中，好，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好，除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第一个向他显现之外，第二个向他显现的路加福音就是那以马忤斯的2个门徒。那2个门徒，一个有名字，另外一个没有名字，没有名字那一个人呢，可能就是路加。好，那有人认为呢，好，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好，有一个古利奈人路求，好，这就是路加，好，因为这个名字还有希腊文原文，好，是非常的接近。那好，这几个呢都有可能是路加，但是可以很显然的，不管是路加福音也好，使徒行传也好，路加都不提到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放进去啊。好，那但是呢，路加他介绍耶稣从耶路撒冷收集，好，那在耶路撒冷有2场对耶稣的审判，那比拉多3次说耶稣是无辜的，好，那耶稣呢没有聚众造反。好，所以他在证明耶稣的清白。使徒行传呢，在罗马，好，可能最后到罗马，好，一路上跟着进出，从腓立比加入，好，在保罗的团队当中，好，然后一路到罗马，好，有3次记载保罗的布道，有3次记载保罗的见证。那像这个亚基帕王，好，然后保罗有3次提到他的见证，好，也在第9章27章还有有3次说，那保罗也可以来证明保罗所传的呢并没有违法，所以在犹太人眼中呢，路加要极力的表示耶稣和保罗是无罪的，而是在犹太人眼中耶稣和保罗都是有罪的，但是呢在罗马人眼中，耶稣和保罗都是无辜的。那这也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一个焦点。好，那使徒行传最后的结束呢，在28章的31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人，保罗全都接待，而且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就结束了。所以让我们觉得前面的开头还有前面的预备，包括路加福音这么长，好，那为什么都没有提到任何说保罗是无辜的，好，请你释放保罗或什么，好，不晓得，好，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些证据资料都非常的充分，好，所以保罗上诉凯撒，最后是无罪开释。那也可以看见保罗的辩护律师收集的资料，运用的资料都是有效的。那保罗这次无罪开释之后呢，又写了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那在保罗的获释之后呢，好，尼禄火烧罗马城，好，主后67年。那保罗和许多的基督徒就被捕入狱啊，后来被判有罪，被钉十字架，但他是罗马公民，保罗是被砍头，不是钉十字架。好，那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后面没有讲到的事情。然后到主后70年，提多将军，好，那带军进入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把圣殿拆毁，一直到今天，这个圣殿都没有办法再重建了。好，那所以前面讲到1、2节，好，这个提阿非罗以及我所写的第一部书，好，这个我呢就是路加，我已经把耶稣的事情，好，那都提出来了。那在第3节，好，讲到耶稣，路加说他耶稣受害40天当中，他就是指耶稣曾经向他们，就是这些的使徒显现许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的，又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情。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中，他强调了40天，以及耶稣他也做了他该做的部分。那后面的部分呢，耶稣他都已经做完他该做的，后面是谁要做的呢？就是第4节说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父的应许。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你们却要在几天后受圣灵的洗礼。所以耶稣已经完整的完成他的部分，所以也是路加福音要介绍。接下来使徒行传呢，是要看到耶稣复活到他升天之后，
那接下来由上帝差遣圣灵，好，其实也不是只有上帝差遣，也是耶稣所差遣来的圣灵，父和子所差遣的圣灵呢，要来为人施洗。所以这里讲到3件事情，我们在主日讲到有提到，不要离开，要等候，要受圣灵的洗礼。好，那特别受圣灵的洗礼呢，好，有一个对照，就是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你们却要在几天后受圣灵的洗礼。好，那这里会看到主持是谁呢？好，主持如果前面约翰他是主持，好，他帮人洗礼，但是在后面这句我们看不出来主持是谁，只有讲被圣灵洗礼。好，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是被洗礼。那他的意思呢，应该是说，约翰用水为你们洗礼，接下来是圣灵为你们洗礼，所以主词是圣灵啊。所以在几天之后，换圣灵要来帮你们洗礼。好，那这个就是圣灵的洗啊。好，那在约翰福音，好，那这个耶稣第3章，耶稣也曾经提到，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好，那因为那个尼哥德慕在问人要如何重生，好，就是要透过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才能够重生。好，所以我们把它连接起来呢，好，可以知道说，受圣灵的洗礼呢，也是我们一个重生、脱胎换骨的一个过程哦。好，那我们看后面，的确就是这些使徒们好脱胎换骨的一个过程。好，那这脱胎换骨的过程呢，在第8节提到，好，就会充满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全境到天涯海角。这个能力呢，不是赚钱的能力，或是出名的能力，而是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啊。好，那后面第6节，使徒们跟耶稣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是不是要在这时候恢复以色列国的主权？好，那这个主权呢，恢复以色列国，那在和本翻成复兴或是恢复。好，那意思都是一样。好，原文就是有恢复的意思，或是复兴，或是重建。好，那在这里的这个字呢，恢复或是复兴呢，好，指的是指在末后末日。好，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很多末后。好，等一下接下来我们读到第2章也会看到这个约珥书说的在末后的日子。好，所以这个恢复这个字呢，通常是用在跟末后的时期，对于整个宇宙秩序的重建的恢复的复兴好有关。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现在是不是末日的？好，这些使徒们问耶稣说，现在是不是末日？好，但是耶稣怎么回呢？耶稣说，那时间就是指那末后的日子的时间日期，是我父亲凭着自己的权柄定下的，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好，所以他们现在在问的是时间的问题，是现在吗？连现在是不是耶稣都不回答他们。好，但是呢，我们如果读福音书就知道说，那日子好是连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好，所以这是还是一致的。好，就是耶稣都已经复活了，都已经准备要升天了。好，但是耶稣也没办法告诉他们，好，那个时间什么时候会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末日的这个时间点呢，不用太去在意啊，哪一年会来。有人说2025年的7月几号，好，就是末日，好，就有人开始在准备。但是这不是我们应该知道。那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呢？好，第8节刚才读过，我们应该知道是我们有没有接受圣灵的能力，接受圣灵的洗礼，接受圣灵的浇灌，来充满着能力。好，然后呢，从近的地方到远的地方，到天涯海角，能够为耶稣来做见证。好，这好才是6、7、8，好，这3节好，让我们应该要读的。有时候我们都只有读第8节，有时候我们都只有读第5节，好，第4节。好，那跳着读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前后文的意思融汇起来的话呢，我们就会读的这个意思呢就会混淆。好，但是如果我们从连贯读下来，发现耶稣就讲得很清楚。好，我们为什么要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末日什么时候来到，因为不晓得末日什么时候来到，所以我们更必须要抓紧的是圣灵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因为末日呢，马太福音说那日子就像贼一样的来到，好，突然的来到，好，或是半夜的时候来到，没有准备的时候就来到，最怕就是没有准备的时候来到。那怎么样才是有准备？就是要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好，最后2、3节，耶稣说完这些话呢，就在他们的注视中被接升天，有一朵云彩把他们的视线遮住。好，那虽然路加没有在现场，但是他把这个情境呢还原度非常的高，就是
因为也没有其他的福音书可以作证做对比，所以现在就是使徒行传是最原始、最古老、最完整的记录。那这个云彩把他们的视线遮住，本来他们看到耶稣，现在被云盖住了。那耶稣离去的时候，他们正望着天空，定睛望着天空。忽然有2个穿着白衣的人，这白衣的人呢，在原文当中也没有指天使，那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天使，但是原文就是人，2个穿白衣的人。但是耶稣复活之后也有2个穿白衣的人，所以这个路加的写法，是不是用到他跟前面耶稣复活的一样？但是他们这2个人是谁不重要，因为路加没有要去了解，要去知道。那这2个人说加利利人呢，所以这一群呢都是加利利人。好，那可见呢这些使徒就是12使徒。那所以对他们说，就是属于在北边的人。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他也要怎样回来。所以在这里呢，这2个穿白衣的人呢，告诉他们的重点不是只有傻傻的站在这边看，那看到何年何月何时呢？而是要开始做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这2个白衣人没有说，因为前面耶稣都已经说了，你们不要离开，第2个要等候，第3个要受圣灵的洗。那耶稣已经交代完，但是这2个白衣的人呢，多交代一句，就是他怎样升天，要怎样回来。所以从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出，这2个使者呢，白衣使者是有一点在提醒，或是有一点在点醒他们，不要忘记耶稣还会回来，不要难过，不要不舍，不要觉得绝望，而是这只是接下来都是一个暂时的过程，耶稣只是暂时的离开世上，但是有一天他会回来。好，那这9、10、11这3节当中呢，出现了很多跟看有关的字，注视、视线、定睛望着天空，看见。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当中，一开始就路加也是有意让我们知道说，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只有用眼睛看，不是只有用眼睛看。如果只有用眼睛看呢，就会像这些的加利利人一样，在那边望着，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是要去感受，要去领受，要去接受洗礼一样。这个受洗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也是从水下去上来。但是那个受洗的那一刻 moment， 你做了这件事，你就是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真的发生过的事情。即便是短短的几秒钟，即便是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它就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受圣灵的洗礼也是一样，虽然不一定是一直持续这件事情，但是它就是真实发生。好，那这次我们接下来读使徒行传，要去追寻的重点。好，今天这段经文呢，有几个让我们可以来思想和提醒。第一个就是耶稣说不要离开，要等候，等候什么呢？直到接受圣灵的洗礼啊。好，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或是说在做服事，或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要学习等候，特别要等候就是圣灵帮我们洗礼，为我们洗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真的得着能力。那第2个提醒呢，就是我们不要现在要预备，因为这些使徒说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就在这时候吗？但耶稣强调，不是只有在此时此刻，而是要预备将来更大的事情。那日子，那末日，那将来要来的末后的日子，是上帝的国度和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为活在当下，不是只有活在现在此时和此刻，我们要有更长远更长久的眼光。第3个，不要躲藏，要宣扬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可能在过去的40天应该是说40天，因为耶稣复活40天，耶稣被钉死的40天前或是43天前，那他们到处躲藏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神要我们借着圣灵，神要借着圣灵帮助我们不要再害怕再躲藏，而是要勇敢，要宣扬，甚至直到天涯海角做主见证。最后不要张望，要迎接，因为升天的耶稣将要再来。
那这是读每一卷圣经都要有的概念和重点，就是我们不是只有看过去，也不是只有看现在，还要看将来，而这将来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当耶稣他从天怎样来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要迎接他，还是他来了我们都不知道，都没有迎接呢？盼望这几天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从这些的提醒当中，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预备自己，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来共读使徒行传，也透过我们今年初3月4月我们读完了路加福音，我们可以接续的来完整的看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神怎样差遣圣灵在地上与信的人、与门徒、与使徒与所有的信徒一直来同工，一直到今天，也让我们在今年读使徒行传，我们更加能够得着能力，能够有智慧有信心来为耶稣基督做合一的见证，能够来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也愿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能力，也是我们能够持续来等候你直到上帝你的国降临。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你真